毋知你的生命中间有咧等待啥物事无？我想伫每一个阶段，咱有无共款的等待。有个人咧等待一个新的生命要出世，有个人要等待伊考试未来要去对一间学校，有个人咧等待伊身体检查的即个体检报告，有个人伊犹原咧等待伊的囝儿逝世会当安怎有一个好的未来。我想每一个人拢有经历过等待的过程，毋知等待的过程，互咱感觉心中安怎样？毋知等待的过程，你的心情是怎样？我想有个人等待的过程中间会真紧张，有个人等待的过程的中间会真无安全感。不过，无论你咧等待啥物，我想今仔日上帝要搁一摆对你的生命讲，无论你咧等待啥物，耶稣基督拢要成做你生命的帮站。耶稣基督要成做你甲我生命迄个掌权的。无论未来怎样，你咧等待啥物，得时无得时，咱的主耶稣今仔日要搁一摆对你甲我的生命讲，伊是你甲我的主，伊是全宇宙创造世界万物的主。咱即时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搁一摆来称颂你、敬拜主你。主，愿在阮的生命中间有最的时阵来等待。主，不过阮犹原知，无论阮咧等待啥物，阮也要搁一摆来对你讲，主，我们要将阮的生命的一切交托伫你的面前，我们将阮生命的烦恼、挂虑、艰苦、病痛，要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愿主，你搁一摆互阮知影，你是阮生命的主宰。主，特别，我们搁一摆将阮的心灵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愿主你的圣神做工也藏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每一个人搁一摆灵魂，搁一摆来开放伫主你的面前，互阮拍开阮的耳孔，互阮拍开阮的心灵，搁一摆伫你的面前，我们谦卑受教。愿主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开导甲帮站。我咱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捌等待过？我想每一个人，特别台湾人，真爱等待。是安怎样要安尼讲？因为咱若去夜市会看见侪台湾人安怎真爱排队，特别好食的就爱安怎排队，特别限量的就爱安怎爱排队，啥物拢爱排队，所以咱看见其实台湾人伊真愿意排队。上好是安怎排队？若等愈久迄个期待，迄款的愿望叫较大啦。互人会愿意排队啦，也是讲咱要记咱的偶像明星的时阵，哇！咱来看到咱少年家为着要看偶像明星，搁较久也愿意排啊。比如讲要排限量商品，迄婆婆妈妈安怎，搁较久每日也愿意去排队啊。哇！其实咱台湾人真介意排队，对排队食好食的。是讲排队要排即个演唱会门票，咱拢真愿意开时间来排队啦。兄弟姊妹，其实咱的生命中间无时无刻拢咧排队啊！哇，毋知你的生命有咧排队无？毋知你的生命有咧等待啥物无？今仔日团队要来问大家讲，你的生命，也是讲你的信仰的灵命，即马敢有可能也在等待啊？伫今仔日咱的圣经中间有一个人犹原咧等待，不过即个等待安怎样？等待偌久？38年啊！兄弟姊妹，你想想看觅，你等候一个代志，等了38年啊！兄弟姊妹，团队即马30年，所以我该等偌久？该等8年啦吼！38年是偌尔久的时间呢？38年代表啥物？你的囝儿逝世，有可能已经成家立业的年纪呢。所以你真好想象，伫圣经在今仔日所讲到的即个破病的人，伊已经破病38年，伊咧等待一项代志啊。对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第一再看见讲耶稣伊上去耶路撒冷去，经过一个门叫做羊门啦，这个羊门是表示带着祭米，迄个羊羔要互杀的所在啊。也就是讲，当这个节期的时阵，耶路撒冷拢是人，因为逐个人拢要倒来过节啦。可以你当想象讲，
这个阳门是大家人出入的一个所在，也是大家人备办祭米要来献给上帝的所在。不过，这个阳门的后口有一个所在叫做避世大池啦，避世大池。这个原文的意思叫做灵敏稳定的所在。什么意思？也代表讲这个所在亲像一个人的寄托、人的盼望啊。也就是讲这个阳门这个所在有侪侪人会经过，也代表什么？有侪侪的人伫遐要求讨啦吼。有的人无法度做工课，会伫遐拜托人，互伊食米啦，互伊一寡钱啦，施舍给他啦。吼，所以咱看到讲，这个耶稣面对靠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就看见这个别墅大地边仔有侪侪破病的人，侪侪摆骹的人，侪侪伫这个身躯顶互人看做无清气的人，倒踮遐。原文顶面讲，这个别墅大地是灵敏的意思啦，也就是讲因毋望讲吼，会当伫遮得到望啊。伫经文内底有一个叫做古卷记载，什么？传说有天使拿这个水池的时阵，你头一个跳落去，就会得到完全的医好啦。这叫做什么？抢头香，要抢第一位啦吼！毋知有人看过迄个庙门要开的时阵，大家为着要抢迄个插香一个开，哇！大家向前行，向前冲，为着要抢第一个啦。兄弟姊妹，你真好想象，这个别墅大地边仔坐哇尼济的人，拢为着要等候这个天使出现的时阵，要来拿这个水池啊！大家个咧想看到底当时最重的时阵，赶紧跳落去。不过兄弟姊妹，你也想象，对遮的病人来讲，这个别墅大地个亲像一个望共款，伊咧望讲这个。别墅大地水一拉的时阵，我头一个跳落去啊！所以今仔日的经文的主角是这个38年破病的人，伊倒踮遐。不过你要想象边仔有人咧等无？绝对一堆人咧等啊！咧等妹啊，你咧等困也无法度困好势，因为拢惊讲安怎？咧困的时阵，向水若叮当，甲头一个跳落去啊！所以你要想象。因38年的过程中间，绝对随时拢安怎精神注意力要集中啊！看当时水叮当的时阵，就要头一个跳落去。不过今仔日咱看到耶稣，伊来到这个别墅大地的时阵，伊看见这个倒38年的这个破病的人啊，也清楚安怎？耶稣一看就知影，你是破病的人啦。所以耶稣伊看到这个38年的破病人，就讲什么？你要痊愈吗？兄弟姊妹，你想想看觅，耶稣敢会看无清楚，伊是一个病人？耶稣敢会知影讲，即阵人倒踮遮，就是有病的人才会倒踮遮嘛？是安怎样？耶稣搁要问伊讲，你要转好无啦？你有要搁较好无啦？换一个角度来思考，就是讲，耶稣，你到底明知故问吗？耶稣，你干嘛？你看就知道我是病人呐。为什么还要问我所以咱看到，当耶稣问伊讲：“你爱好起来无？”咱看到这个破病的这个回应讲什么？会互咱感觉真着惊啊！伊讲什么？伊无回应讲要好较好无呢？伊回应啥？等下咱再搁来看啦吼。伊无回应，袂啊毋歹啦，伊有别个回应啊。不过你会当想象讲，当耶稣问一个病人讲。你要痊愈吗？通常你别个经常来讲到什么？我要啦，我愿意啦，我要啦。耶稣会讲什么？你的信救了你。不过今仔日剧本敢若无共款，这个人伊无讲我要，这个人伊讲安怎？伊责备别人啊。佮亲像咱身躯无爽快时阵去看医生，咱毋望医生会当安怎医好咱的身躯病痛。佮亲像咱。将咱的囡仔送去学校，就是毋望讲咱的囡仔会当对学校会当学习佮较侪的财望。咱每一届来教会，就是毋望咱的性命会当得到灵命的帮助，会当听到上帝的话语。也就是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有需求啦，有需求的时阵，咱会毋望讲会当得到解决，会当得到这个答案啦。不过，咱看到这
这个破病38年的，伊无应讲我要爱好起来呢。伊头一句话就安怎就讲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呐、水咧叮当的时阵，无人将我囥去到池仔内底。哇，他第一个就先怎么样？责备别人啊！兄弟姊妹，这叫做什么？文不对题啦，吼！我问你东，你回答我西啦。因为我问你的是什么？你要爱好起来无？不过，这个破病38年久的病人，伊并无第一时间讲我要，伊第一个时间是安怎？都是别人。我要去的时阵，就有别人比我先落去啊！兄弟姊妹，咱看起这个瘫啊，这个破病的人，竟然对这个耶稣讲：“先生，哇，先生，我在等待呢，你来安尼问啦啊！”伫遮咱看到这个破病，伊第一个反应就是责备别人啊。不过兄弟姊妹，你想象一下，别人敢有义务爱甲伊赶落去？敢有人会24点钟伫遐安怎咧等候陪伴你，看水有叮当无要甲你ฮ็落去？无人啊！当伊作者讲我要落去的时阵，别人就比我先落去啊！对这个破病的人的回应中间，咱会当深深感受到伊的内心内底有一个什么心态？被害者心态啊！什么意思？千错万错拢是别人的唔对，我拢无唔对啦。感觉别人就应该爱帮助我、可怜我，因为我已经倒伫遮38年久啊！我的人生的年岁年纪已经有一半拢倒踮遮啊！咱会当对这个破病的中间，更较深入看到伊的内心，伊总是咧责备别人，无人甲伊帮衬，拢是别人唔对，因为别人比我先落去这个水内底，别人得到医好。对这段经文中间，咱会当发现讲，这位破病的人，伊一方面望伊会当得到医好，另外一方面，佫互人感觉到伊并无积极要得到医治啦。这是一个真矛盾的心理啊！咱认真思考看卖，为怎样耶稣问伊：你爱好起来无？伊并无马上回答什么？我要好起来。先生，我伫遮等待，就是等待望讲我的病会当完全得到医好。不过伊安怎？伊头一句话就先责备别人啊！追根究底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敢有可能其实伊已经习惯安尼的生活，伊已经习惯倒踮遮送细啊！伊已经习惯伫遮互人陪伴，有物件互伊食，有可能有送饭的会送来互伊食。若过年过节的时阵，就有人施舍给他。伊已经习惯安尼的生活，伊的性命完全无想要改变啊！因为时间久了后，伊的心内就安怎有被害者心态啊？因为拢是我安怎样，拢是别人的问题，拢是别人比我先好落去，拢无人甲我斗相共，拢无人看见我是一个破病的人。有真侪时阵，咱的心内有可能有安尼的状况呢。我到这个年岁啊，我会安尼拢是因为我的家庭的问题啦。我的个性讲话遮尔直，就是因为我自细汉怎样拄安怎样，所以我弟教我讲话会安尼啊。我讲话就是遮尔直啊。不过兄弟姊妹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无法度选择要对做出事，会当降生伫对一个家庭。不过伫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咱会当调整咱的生命，咱会当修正咱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有拄时啊，咱会常常听到有人安尼讲。拢是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受过伤害，所以我才会惊吓，面对到新的环境、新的群体、新的关系的中间。不过兄弟姊妹，咱会当慢慢学习啊。咱无一定会当一时刻会当完全融入伫一个群体内底，不过咱会当安怎进一步慢慢的安怎甲人建立关系，慢慢咱来调整啊。有的囡仔会讲啥？我的英文数学无好，拢是老师袂晓教啦。
拢是老师含慢教啦，拢是学校的老师袂晓教啦。不过兄弟姊妹，其实咱拢知影，其实真侪时阵是咱无认真读册啦。所以安怎，咱会怪互老师啦，怪互安怎样，怪互学校啦，怪互遮个家即个学校无甲我的囡仔教好啦。哎哟，无咪啦，我的囡仔就是将来毋捌做过代志啦，所以以后入教会服侍毋通互伊做伤粗重的代志哦，因为迄代志伊毋捌做过，伊袂晓。我的囡仔自细汉就疼命命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借口啊！当时间一久了后，安尼会变做啥物习惯啊？真久了后，就会习惯拢爱别人可怜我，别人怜悯我，别人爱体贴我的心意啊，体贴我生命的软弱啊！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命中，敢有亲像即个破病的人共款，咱会埋怨别人，无了解我心中的委屈。我就是因为过去安尼的伤害，我才有安尼个性，你毋知影吗？若是我的父母来甲我生活较好快，我的生命有可能会较顺时，我做工课会较顺利啊。不过兄弟姊妹，这个借口就亲像即个破病的人，伊摕到即个床铺啊，即个床铺是啥物意思？伊随时会当倒咧就困，伊随时会当互人知影伊是一个流浪的，伊是伫遮破病的，互人看做无圣洁的。即个床铺就亲像啥物？伊的保护伞共款。你无看见我有摕到即个床铺吗？你无看见我的家庭有即款的欠缺吗？你毋知影我的个性安尼，是因为我的老爸老母安怎甲我伤害吗？这个床铺甲安怎亲像保护伞共款，其他人看到这个床铺就爱可怜你、怜悯你、体贴你。这个床铺地到，互伊真做安怎？互人感觉讲，你看到的时阵，你就安怎特别甲我关心；你看到的时阵，你爱听，佮较侪互我的。兄弟姊妹，这个床铺袂当真做你的保护伞啊！有拄时啊，咱看见即个破病的人，伊认为安怎？另外一方面是安怎？伊认为即项事一定安怎？互人抢先一步去做啊！我只好安怎？原封不动个倒伫遮，我继续等后一届的题赛拿即个水池的时阵，我会当第一个冲入去啊！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服侍有可能也已经养成即款的心态。养成什么款的心态？我是来遮消费的啊！我一定袂记你教会，其实是耶稣基督命令咱安怎？咱爱做伙来起做，做伙伫逐人的温室顶面，各尽其职，建造教会啊！兄弟姊妹，咱常常伫团契内底，伫即个教会内底，常常感觉讲，迄中一个代志啦。迄会长的代志啊，迄干部的代志啊，教会就是牧师的代志啊。兄弟姊妹，这是毋对的。伫咱的教会内底，咱应该安怎？真做即个家庭的一份子啦。咱袂当阁亲像无成长的囡仔共款，外表体积不断的增长，不过咱的内心安怎？犹原无成长啊。阁亲像即个破病的共款啦。伊的心灵、伊的生命停留伫过去38年久之前啊！伊毋茫安怎？有人甲伊好款待啦，伊毋茫会当安怎？别人会当来甲伊养饲，会当甲伊施舍啦。那安尼，咱的生命敢有亲像即个破病的共款？毋茫逐人会当安怎？来甲你呼呼的、笑笑的，甲你饲奶，会当甲你好款待，毋是安尼啊！咱的生命是安怎？咱的生命是灵命爱成长。当你拄着恶担当的时阵，你知影爱祈祷；当你艰苦白疼的时阵，你知影上帝的话语是你的快乐甲帮助。毋是安怎？拄着一寡代志就安怎？床铺起起来，就要互人看见讲我是安怎样的人，你就爱体贴我、软弱我、疼我，毋是安尼啊！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需要服侍的时阵，哇！你敢会讲安怎无啦，我软弱啦，我安怎样啦？迄叫某物人去做啦我想无闲，我无时间啦。
无法度啦，长老，咱的青年伤少啦。哎哟，牧师，咱教会安尼就好啊啦。哎哟，莫阁有新的事工啊啦，阁要发展新的事工哦，敢会当卖啦？我感觉教会咱的团契安尼介好啊。哎哟，玉州长老，我个性原本就安尼啊啦，我本来个讲话较直啦，我真歹改啦。哎哟，兄弟姊妹，这个亲像什么尘土共款啊？咱摕一个借口，要来安怎，互人看见我性命的欠缺。其实，当咱愈专注一项代志的时阵，迄项代志就会安怎，慢慢的扎根在我们心里面。豆豆啊，这项代志就会愈来愈强大，强大到互咱心中有一个自怜的心态啊，期待别人应该怜悯我啦。其实兄弟姊妹，咱每一礼拜来到教会，毋是敢若听听的尔呢。上帝耶稣基督，伊教导咱安怎？咱听了就要安怎？付出行动去改变啊！若无，咱每一礼拜来遮听听的了后，真感动，甲上帝讲主啊，我要改变。结果一顿去，又愿安怎？打回原貌啦，又愿安怎？共款无改变啦，所以其实咱对即个破病的中间看到什么问题？其实伊无想要改变啦。追根究底的问题是什么？伊敢若想要维持共款的生活、共款的状态、共款生命的生活方式啦。兄弟姊妹，要改变、要减肥，敢有简单？无简单呢。你要减肥，毋是敢若讲你看人的相片，讲 after 甲 before 安尼啦呢？毋是呢。你要减肥，你就要安怎？你就要调整你的生活作息啊！你就要安怎调整你的饮食控制啊？因为你需要安怎付出行动啦。所以改变必须要带出行动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你的生命敢有亲像一个所在，有一个避世大池伫你的内底。毋茫期待有一天成业会当发生。毋茫咱的祈祷求上帝复兴咱的教会，不过咱总是伫祈祷中间求主复兴咱的教会，结果咱拢无愿意动啊。咱毋茫教会会当复兴，不过咱无意爱办活动传福音啊。兄弟姊妹，其实我咧想啦，遮个破病的人，伊踮伫遮毋茫即个天势咧拿即个水的时阵，毋知影因会失望无？即个38年的过程中间，一年会比一年较失望无？必须大地是互人毋茫的所在，不过对遮咧等待的人是安怎？哪等待哪失望啦！因为一年过了一年，因为一届的期待，一届过了搁一届，总是哪等待就安怎哪失望啦。虽然咱无法度真正知影敢有天势会来拿即个水啦，不过我想即个破病38年的过程的中间，伊绝对一年比一年更加失望。到最后安怎？我个习惯安尼的生活，我就安怎倒当遮就好啊。因为安怎时间一久了后，就安尼就好啊啦。咱教会就安尼，咱教会伫遮一定办活动啊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咱的人数安尼就好啊啦。上帝，咱安尼就介好啊啦，咱一定习惯啊。当咱的团契若是无改变，形式无改变，当咱的生命的生活若无改变，当咱的教会的礼拜甲敬拜方式若无改变，就会安怎习惯啊？这个习惯底到会安怎，互咱无法度突破？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毋是停留伫这个舒适圈的信仰咧。耶稣讲安怎，你就爱去啦。这个去是安怎？咱就爱奉差遣啊！这个奉差遣就代表咱的生命，咱的教会不断爱向着标杆直跑，因为咱毋是安逸的啊，咱是需要不断行出去的信仰。咱的生命敢有亲像这个破病的同款，咧等待一个天势拿水池的时阵，不断咧等待对一天上帝会当感化，会当行一个新影，伫咱的生命，伫咱的教会，咱随时就会当得到翻转，会当得到改变啊。不过，当时间若久，咱个安怎？倒当遐，
因为拢无改变。咱每一届的祈祷，每一届培灵会了后，咱犹原安怎没有改变啊？咱的教会敢有可能犹原倒踮遐？咱的团契犹原倒踮遐？咱的性命犹原倒踮遐？也是咱要选择起来离开别墅大地？咱的性命敢有安尼的心态？希望咱知影家己心内的问题，咱知影团契的问题，咱知影教会的问题，不过咱却无愿意安怎主动来改变啊！兄弟姊妹，当耶稣拄到这个破病38年久的时阵，伊问讲：你要爱好起来无？耶稣伊看这个破病的人，一看就知影伊是破病的人啊。不过耶稣竟然问伊讲：你要爱好起来无？我想，耶稣听到伊咧埋怨别人的时阵，伊煞只就讲：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我想耶稣毋是要医治伊表面上的痛苦，耶稣要医治伊的内心啦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的内心有没有得到医治啊？兄弟姊妹，咱的性命若无得到医治，咱其实做啥物拢无法度，因为这个伤害犹原伫地。所以耶稣基督，伊是要安怎命令伊起来啊？这个起来原文的中间叫做啥物？唤醒、叫醒啊！兄弟姊妹，咱的心灵敢有人互上帝来叫醒啦？还是我们依然躺在那边啊？咱看见当这个破病的人，伊愿意用行动回应的时阵，当伊站起来的时阵，伊就得到医好啊！所以重要的是啥物？是伊的心灵敢有愿意起来行动啊？咱的心中有可能拢有一个别墅大地。今仔日耶稣伊要对你甲我的性命讲：起来啊！兄弟姊妹，咱必须爱安怎正确的面对我们内心的问题啦。有真侪时阵，咱坐踮遮，咱来条件上帝，不过咱无一定愿意改变咧。有当时啊，咱常常知影，咱心中需要的是啥物，不过咱无愿意互上帝来调整咧。咱无愿意拿起褥子起来行动啊！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内底，其实毋是别墅大地啊。咱无需要找一个同温层，亲像这个破病共款，咧等待一个忙。今仔日耶稣要对中分教会讲：起来，行动啊！兄弟姊妹，伫咱5月底这个31号的献堂甲就任，咱的兄弟姊妹，咱的中职有侪人，伊拢安怎起来啊？伊起来行动啊！有侪的时阵这2-3礼拜，咱的中职到侪的兄弟姊妹，伊拢默默的在为教会预备啊。这是啥物意思？因愿意起来，因愿意回应这个呼召，因为咱的教会袂当搁安怎倒咧啊啦，咱的教会袂当搁安怎等待一个忙啊啦，咱袂当因为过去拄着什么款的灾害过去拄着什么款恶担当的事，袂当搁停留伫过去啊！因为今仔日耶稣要对中分教会讲：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兄弟姊妹，这个褥子耶稣爱伊客咧，这个客咧什么意思？这个客咧是咱随往经过这个死荫的山谷，不过这个棉被，佮亲像什么上帝恩典啊！上帝无爱咱放袂记哩呢。这是这个有伤害的过程中间，咱犹原安怎揢着这个棉被，这个伤害，咱继续倚靠耶稣基督，咱起来，愿意面对咱性命的问题。耶稣今日一摆对咱的教会讲：起来，中分教会爱起来，袂当搁安怎倒踮遐。爱对这款无望、无助、过去的伤害中间，过去这个无好的关系中间，起来！耶稣要搁一摆医治你甲我的性命，耶稣要搁一摆医治中分教会的性命，要伫5月底的过程的中间要起来，互正教会的兄弟姊妹看见中分教会要开始一个无共款的教会。
要开始看见中文教会有上帝圣神做工的教会，要看见中文教会是一个互圣神更新的教会，要看见中文教会要过是活伫过去伤害、过去才整整恶担当的事、艰苦背白的事的教会，要看见中文教会要真做灵园区，要真做中文这个社区所祝福的教会。所以耶稣基督要对中文教会讲：起来，摕你的床铺起来。兄弟姊妹，耶稣要过一摆你我的性命，要中文教会讲：你要较好无？你要痊愈吗？若是你愿意，望咱5月底，咱有一个真大的典礼。你若有愿意，你甲中职讲。我愿意做伙服侍，咱有做的需要咱中文教会兄弟姊妹起来，咱来做伙起造咱的教会，咱来做伙，互咱的中心，互咱的会长感觉讲，伊毋是一个人，伊毋是干那因咧面对那尔，是咱全体兄弟姊妹拢要起来起造咱的中文教会，咱必须爱离开别墅大地，兄弟姊妹。咱的中文教会要离开这个望的所在，因为咱知影，咱的望是在地主耶稣，毋是在地别墅大地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，耶稣要搁一摆对你我的生命讲，你要爱好起来无？咱起来离开别墅大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对圣经中搁一摆对阮的生命讲话。主啊，阮愿意回应你的呼召。主求你来医治阮的生命，医治中文教会，互阮会当伫过去的伤害、艰苦的中间，主啊，你呼召阮会当医治阮的心中一切的惊吓，一切过去无好的经历。愿主你呼召中文教会，搁一摆会当起来，互阮的众兄弟姊妹会当离开别墅大地，互阮会当将望放伫耶稣的身上，因为主愿知中文教会要搁一摆经历圣神的更新。主特别愿伫5月31号，中文教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一个全新的教会。愿主你互阮的正教会兄弟姊妹，拢会当受主你的呼召，会当愿意参与伫逐款的事工的顶面，会当互阮的兄弟姊妹愿意起来起造教会。互阮伫迄天的典礼，阮会当搁一摆正教会、正牧长、正兄弟姊妹来同心见证，中文教会要搁一摆更新，要搁一摆要来开始。主，愿你的圣神充满伫中文教会内底，互阮无看做家己的教会是小的，因为主愿知。你会开伫阮的内底的时阵，主啊，阮就无看轻家己，无看轻中文教会，因为主愿知中文教会是主你所充满、你所束缚的教会。这个教会要真做灵园，真做中文所祝福的教会。愿主你来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搁一摆受激励，搁一摆受感动，互阮会当搁一摆受。主你的呼召，徛起来起造阮的教会。